呢個經書講一個啲1哥林多15第2節咁樣講到，透過呢個福音設家得救，透過呢個福音而得救。阿沙設家嘅雜文從係傳出本義隆重人聽係，除非你浪費一個信法。意思嚟講，除非你唔相信呢個福音，是個得唔到呢個永久嘅生命。因為到1哥林多15第3節有人講到，呢個十分重要嘅福音，我傳了本義隆重兄弟姊妹哋，你接到，你揸門嚟，你相信耶穌基督死了，贖世間人類嘅罪惡，呢都係經書講是個啲嘅。然後呢個1哥林多15第4節一講是個啲。已經佢死了在十字架，佢埋了在個殺龍窟度嘅，然後佢第3日然後佢復活，嗱呢一係就經書講，意思嚟講咪啦，耶穌嚟了世間，死在十字架，為了擔人類嘅罪，3日然後佢復活，你隆重嘅做贖世間人類嘅罪惡，呢個福音傳出去係一個閘門，一個相信，一個得到永久嘅生命。除非隆重兄弟妹聽到唔係相信，撇陣呢個信法浪費，唔係信真信，即刻得唔到。嗱，呢最重要嘅，因為這個人生世間裏面係啲新人，即刻嘅靈係叫，因為耶穌嚟了世間，係贖世間人類嘅罪，即刻嘅靈得叫，得到永遠嘅生命。阿門。